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24，马太福音6章34节安尼讲，所以无得为着名仔日挂虑，因为迄个名仔日，伊要家己挂虑，一日的艰苦，第一日到夜。三甲来祈祷，爱阮无为明仔日挂虑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阳光的上帝，你是慈爱的天父，你是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的主。主啊，你掌管历史，也掌管明仔日。你是信实的牧者，你供应阮的需要，时刻看顾阮。主啊，每早起拢是新的，愿要学乐感谢你无煞。主啊，求你赐阮安稳的心，伫你的同在中得平安，互阮无受重担来压伤，互阮每日活靠你，甲你同行。主啊，你是阮的快乐甲愿望，所以阮就无得为着明仔日挂虑，因为迄个明仔日，伊要家己挂虑，一日的艰苦，第一日到夜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